傳經節講出家底，寫了個簽言5:21節樣講到，隆重一切嘅路途是個世間嘅迄度呢，在上帝嘅裡面，冇有揸得咪，意思係講隆重都打開來，在上帝嘅目中，所以呢，這個世間嘅迄度，是個人呢係行個真嘅路，係行個忠切嘅路，係行個切心嘅路。因為到隆重是個假是個空是個秘密，在上帝的裡面沒有秘密，沒有假的秘，因為到上帝要看自家嘅腳步，要注意自家嘅路途，要注意自家嘅行動。嗱，箴言14:27節樣講到，遵從上帝做自家嘅生命嘅路途，自家能撇走一切傷害自家嘅。嗱，每人要遵從上帝。要相信上帝，自家嘅路途是跟你行到，自家要照家嘅路嚟行，照家嘅命令嚟行，自家嘅生命在前面，一天上帝擔保自家。嗱，然後呢個箴言28:14節樣講自家啲最快樂、最得福嘅人，最時常遵從上帝，但係咪人要硬心嘅人，會跌落傷害。但係呢？遵從上帝嚟講，即係照佢嘅命令去行嚟講，上帝合意，因為佢嘅命令一天帶一個好嘅路，係講一個硬性嚟講，一個思想咪行到一個單車嘅路，行到唔好嘅路，行到係秘密嘅路，所以提醒嘅做嘅講嘅，每一樣事情一個做，每一樣嘅腳步一個行嘅，隆重。都打開來在上帝嘅目中，因為上帝全能全地隆重人類嘅行動，在世間裏一心到你上買，幾多很分明，因為上帝是個冇可能要騙上帝，所以讓人這個世間嘅黑道要尊重上帝，敬重上帝，出心就嘅路行，一天一個得福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